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受到美国继续调悬基准利率的影响，外国资金继续离开台湾，台票已经是连续4天拢一直在落，变做是31块外换美金1块。民众为着要悼念英国女王，就爱排队排7公里，等1点钟，这路长的人阵呢，好到边的店家。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1430个本土病例，已经是连续4天拢超过4万例咯。指挥中心也推测讲，可能要等到9月21或者是28，这疫情才会来到高峰。这高峰过后呢，这疫情才会开始降落来。所以今麦要边境0+7，恐惊要等到10月，而且10月中以前应该是无啥机会。而且各部门都爱规划甲准备，就无遐尼加紧会当来开放0+7。网络传讲10月7日，咱国都要开放边境检疫，为3+4放连到0+7。到时阵入境人数单日放连到2万人。东部解除旅行社会禁团令，对这代志指挥中心证实，10月解禁有可能，啊，毋过伫10月初机会真小，因为这届疫情可能要到后礼拜3 9月21，还是到9月28，才有可能到最高点。或者是下周三会是这个最高点。好，那最高点过后。那我们看它的趋势要往下，相关措施都会影响到很多变化哈。那所以也需要给各部会、各单位还有各业者、民众做准备时间。所以应该不会在10月上旬这么快。国内10日新增加41430例本土个案，确诊个案内底新增加46例死亡，连续4天超过4万例，比起顶礼拜同期增加2成左右，持续欠悬。指挥中心提醒，国内12岁以下的囡仔累计已经有211例中重症个案，其中86%拢无注疫苗。我们还是特别要提醒有幼儿的这个家长要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针对这个重症，包括说脑炎、肺炎以及染疫后的这个密斯 C 都会有很好的一个预防效果。指挥中心也宣布，莫德纳 BA.1 次世代升级疫苗，头一批80.4万份，会伫10日暗时10点半到位。检验了后，一定伫24后礼拜6配送到各地，会提供予65岁以上的长辈、长照机构的住民，佮18岁以上免疫不全甲免疫能力差这3种人带先注。指挥中心佮呼吁，疫情也搁伫欠悬，符合注射的民众唔通搁拖，爱赶紧完成注射。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美国继续调悬基准利率的影响，外国资金继续离开台湾，这台票已经连续落4天咯，已经变做是31.293块换美金1块，这是3年外以来的上界价。就分析师认为讲，为着要救出口，无排除呢，这台票会继续落。所有机械产业的制造商啊，都希望最少能够贬到32，对我们来讲才比较更有竞争性。台票落破31块也无够。机械工业农业工会理事长魏灿文是讲，机械产业出口竞争对手国日本，日元兑换美金的汇率已经落破140块。台湾制造工具机袂行，真悲观的认为今年第4季到明年订单会真少。日币贬值的迹象跟大陆市场的萎缩渐渐的明显化。希望呢，寄托在美国市场能够持续成长。第3季、第4季跟明年第1季都不会太乐观了，希望持平啦，不要萎缩太多。台票连落4天，10日台票兑换美金的汇率，一个开盘到让2分，盘中最低捌来到31.36块，让2.3。不过中场央行进场调节，收伫31.293块，高大让1.63角，创下3年外以来新低。外汇分析师是认为，为了救出口，有可能台票也会落。货币净贬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贬的没有比别人凶的话，那我们的出口要被提振是很困难。全球资金抽离往美国流动的一个现象，黑洞效应全球的这个金融市场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情。9月22日，美国联准会特别相关利息，外界预测3码至4码，美金会继续走强。不过，央行利息先无够悬，台票会较软。分析师认为，只要美国继续相关利息，台票有可能年底前会看到32块，甚至33块。到时阵，国内输入性通膨恐惊也会欠悬，要救出口还是救内需，真正两难。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天主教教宗彭济各拢有去访问哈萨克。根据着香港的媒体报道，梵蒂冈进前有和中国接触，讨论到因两个人会来会面，说互中国来拒绝。路透社也讲，彭济各有向媒体表示，家己无见到习近平，也无了解中国心态。另外，欧洲议会第15表决通过台湾海峡情势决议案，强调咧会用这个强烈力头挺台湾，强烈来谴责中国对待军演。Lui aveva la visita stato lì, ma io non l'ho visto.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官访问哈萨克，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拄好也出访当地。听香港媒体报道，梵蒂冈进前不甲中方来接触，探讨安排会面，不过互中国来拒绝。方济各也向媒体表示，家己无理解中国的心态，不过必须尊重。È un gigante, capire la Cina è una cosa gigante, ma non perdere la pazienza, ci vuole tanto, ma dobbiamo andare col dialogo. Io cerco di astenermi di qualificarla, perché sì, può darsi, ma andiamo avanti. 习近平他不急，方济各有求于中国的，远比中国有求于梵蒂冈。梵中关系如果越来越好，对台湾是越来越不利。学者讲，梵蒂冈甲中国若是破冰，确实会牵动梵蒂冈甲台湾的关系。不过见高断交，毋是一步就到位，有效效应以外爱观察。加上方济各7月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捌讲，希望甲中国的临时协议会使赶紧来续签。前副总统陈建仁进前以总统的第3身份来出访教廷，温故邦交的意味是十足。另外，欧洲议会是9月15表决通过台湾海峡情势决议案，强烈来谴责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外交部门高度欢迎并诚挚感谢欧洲议会的全会通过了台湾海峡情势的决议案，谴责中国的军演，并且呼吁深化跟台湾的伙伴关系。欧洲议会以424票赞成压倒性票数通过台湾海峡情势决议案，国际讲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甲任何动武的威胁，也强调民主台湾的生活方式应该由台湾人民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呢，有一个46岁的女性，昨去健身房，家己使用史密斯设备，伫咧训练尻川抑个大腿筋肉时阵，却来发生意外，人强强掀起，后头壳去弄得真严重，送到病院进前礼拜无喘气心跳。健身教练也讲咧，这意外常常发生伫姿势做唔对才会受伤。为少民众为着维持身材，会去健身房来运动。不过，台中有一个46岁查某人，昨个伫健身房，家己使用史密斯架训练椅来进行训练时发生意外，警方接报了后，赶紧到现场了解状况。因为我朋友在里面啊，他刚好来的时候有看到，他说刚好来的时候警察有来，他说敲到头有撕裂伤。该会员是在5点多在分店自行运动时突然发生意外，现场立即给予协助，并通报119，送往中山医急救。业者强调，健身器材史密斯架有固定的轨道，会使防止这个杠铃摇叮当，是真安全的器材。当时这查某人是停止动作了后，向倒来，才造成这后脑去磕到，而受伤。其他健身房的教练是讲，用杠铃训练尻川皮是靠下半身的力量，用脚趾片来击杀，那按棍挑杠用力就开发生意外。他可能是施力点不当，然后再来就是他可能有刻意去弯脖子，想要让脖子往后仰，帮忙到让他的臀部抬起来这个动作，或者是他的身体过于前面，让脖子去碰到椅子，对，那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发生。因为教练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他们自己选择要不要额外去做的事情。有健身的民众讲，史密斯架家己操作无困难，教练的指导是另外付费的选项。调查副医是讲，这查某人到院进前无喘气心跳，经过抢救了后恢复生命正常，今也伫咧救治。到底这查某人昏倒是本身的疾病，也是操作器材了后受伤所造成的，也有待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对美国来的老师透过朋友介绍，去年2月来到台湾，是伫咧补习班要食头路。到台湾了后，才发现讲本地签约头路却是无准算啊！而且这个朋友呢，唔但甲伊的居留证收起，佮甲伊乱收钱。这段期间伫台湾，伊无都趁到钱，就去私立的小学代课，说互伊的朋友检举，讲伊伫咧做违法的线工。最近佮互遣送回去。
希望找到公平正义。美国籍特教老师哈利伫限期出境要到的前10点钟，完整讲出来台湾愿望煞拄到报告乌心定人的过程。They detained and seized my ARC, and I never received it. Very disappointed in how these people can be very scary Taiwanese because I understood Taiwan to be a very safe place. 拘留证互人扣去，办良民证爱2万。哈利讲，去年2月来台湾了后，都互丁人 Gary 用各种名义讨钱，搁互伊监控。已经签约的补习班工作一直无消息，伊就去私立小学代课。7月，伊求助劳工局等单位协调甲补习班解约，无想到去互 Gary 甲劳工局检举非法工作。小学去互人罚15万，搁无提出诉愿，伊爱伫16进前离开。I didn't expect for it to go like this. And it's even harder to think that I was his friend in the past, and he then changed very quickly. 记者会后，媒体当哈利的面前敲电话给 Gary， 伊否认所有的指控，强调费用是带因兜的租金、甲水电以及办文件，拘留证无扣押是摕去办劳保。他有付房租，然后当时他要翻译所有的文件的时候，然后请人家去委托人家去办这些证件。当时补习班一直叫他去上班，他都不去。17、0点开始，哈利无出境，恐惊互人强制遣返。伊甲委任律师希望新北劳工局会当重新检视，撤回违法工作的认定，渐慢离境。这个部分是由教育部跟移民署去做处分，所以建议外司尽速提出诉愿。新北劳工局建议哈利应该甲教育部甲移民署提出诉愿，申请暂慢执行出境。Gary 好亲像违法中介，会进行调查；若做有违法，会依法裁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新园这个所在呢，有一个资源回收场，昨中昼发生火灾，系因为伫咧现场内面的物件真容易导火，一下就导真紧。屏东县消防局出动18台水冷车去拍火，一直到半暝才甲火拍花。另外，伫台中西屯有一间做下间设备的工厂呢，伊的仓库伫半暝也是发生火灾，好佳在是无人受伤。乌烟一直烧冲出来，也传出爆炸声音。大火一时间规个回收厂拢烧起来，场面是真惊人。消防队赶到现场了后，赶紧由水管来拍火。屏东新园乡一个资源回收厂，内底4家拢是会倒起来物件。15中昼烧起来，火势一直炭烧，伫几60公里外拢看会到。附近的徛家拢真紧张，惊这徛家互火炭烧着。人拢有出来无？拢安全啦吼，无人伫内底啦吼，拢有出来啦吼。大火一直烧10外点钟到16分点才拍熄，就惊佫倒起来。大型的机械伫现场先乌开，避免吸烧。到16暗头啊，用伫咧泉水来降温。离这个回收场烧起来，毋是头一摆啊！屏东县府调查，该用地是特定的农业区的农务用地，无向环保局来申请回收厂的登记。县府表示会对这个业者来开发。采取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依据废弃物清理法，可以处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的罚金。另外，16分点台中也发生大火，西屯区一间做浴巾用品的工厂，这仓库规拢烧起来。消防局出动7个单位，51名的消防人员，用2点外钟才把这个火势控制。台北是算是巷子里面哈，水源比较困难的地区，所以我们尽量可以长期布线。台中市消防局讲，厂区内底大部分是浴巾的设备、的成品甲包材，造烧这个火势。2台火烧处加载拢无人员伤亡，导火原因也拢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过身了后，目前伊的大厝停伫咧西边厅，互民众悼念。不过，要去悼念的民众就爱排队排差不多7公里长，等的时间差不多爱等1点半钟，才会当见到女王。这路长的人阵，也互边的店家生意是强滚。排队人潮真济，一直排到真济路口以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7月过身了后，灵柩为当地就是开始为北京汉宫刷灵到国会大楼西边宫的西边厅，互民众去悼念。不过对道的人潮伤济，就算西边厅内底实施分流，队伍游园排到超过7公里，互队伍经过店铺生意是真好。Last 2 days we've been extremely busy. We usually open at 9, but for last 4 days we managed to open from 7.
根据英国政府的人流监测系统显示，调查民众平均爱排11点半钟的队伍，才会当进入西面厅。麻烦民众爱用各种方式来度过时间。调查的时阵，有人面对灵柩鞠躬，有人穿军衫行军礼，嘛有人流着目屎来对倒。I'm a security guard, and I've taken 1 week off without working, without pay, to come and show my respect throughout the whole funeral, because she was a fantastic head of state and head of Commonwealth. 落完过身了后，威廉王子和日民族威尔斯亲王加尔凯特正做威尔斯王妃，这嘛是伫戴安娜了后头一位正做威尔斯王妃的王室成员。外界咧要凯特会互人起来，甲过身的戴安娜王妃做比较。I think that now that Catherine has the same title that Diana had, Princess of Wales, there'll be all kinds of comparisons. It's a different age, a different time, and I think Catherine will do her own thing. 英国王室登记作家兼记者莫顿认为，戴安娜甲凯特拢知影家己的立场，嘛就着身份做慈善工作甲公众责任。像凯特伫2020年提倡的儿童早期发展议题，戴安娜当年嘛有反地雷甲关心艾滋病的议题。如果凯特会用家己的方式来做新的威尔斯王妃，讲是新闻台是同朋友。英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视和罗西亚总统普京伫乌兹别克见面。普京先肯定中国伫因和乌克兰的冲突当中保持立场，也强调罗西亚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谴责美国和其他国家造成台海危机。习近平表示，中国愿意和罗西亚做伙，展现出大国家的模范。做伙坐伫会议室内面对面讲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算会面。这场习普会伫乌兹别克城市萨马尔罕举行。普京显然是有准备来，马上就台湾议题表态。由中国迅速批评美国。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军面临重大危机。乌克兰收复乌东大片土地，普京也无忘记咧感谢习近平伫乌克兰议题平衡立场。这是习近平伫新冠疫情发生了后头一届海外访问，也真受国际注意。只是伊到哈萨克的首都阿斯塔纳的时阵，落飞机脚步无徛在，差一点厝倒。甲普京的会面，路透社报道讲，伊真欢喜会当见到老朋友，也强调两个人真侪该通话，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愿意甲俄国联手。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伫这场普习会前，俄罗斯国防部佫发布一段影片，内容是两国海军伫太平洋联合军演，就是要向先国家释放中俄同盟的重要消息。咱国外交部批评俄国总统普京的讲法是乌讲出白，并表达正式抗议，强调两方互相无关系，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讲到这乌克兰和罗西亚的战争，最近呢，这乌克兰收复真侪所在，包括着哈尔科夫重要的都市伊久姆。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昨表示，当地呢发现有真侪枪啊，差不多400多个，伊要求罗西亚着爱对这场战争担起责任。后面这位会主席冯德莱恩第3届去到基辅，也搁再强调后面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用探测器伫咧附近正细腻的所在，确定无俄军留落来炸弹或者是手榴弹。乌克兰军方伫咧伊久姆郊区这个树林内面，发现这座乱葬岗。伫咧十字架顶头，只敢有数字无名。也毋过每一个十字架所代表的，拢是一条无辜的性命。Ці хрести якраз і є ті цивільні, які загинули. Вони тут поховані. Експертизу ДНК ми обов'язково зробимо. Я думаю, що ексгумація цих тіл буде. 乌克兰军方最近加真侪和俄罗斯抢劫领土手段，包括哈尔科夫重要城市伊久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自去视察这个所在，佫发现真侪人被俄军抬死了，带伫咧高区的乱葬岗。根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伫这个所在差不多440个亡。Буча, Маріуполь, тепер, на жаль, Ізюм. Росія всюди залишає по собі смерть і повинна за це відповідати. Світ повинен притягнути Росію до реальної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сті за цю війну. Зробимо все для цього. 坐火车到基辅，后面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伫战事发生了第3遍到当地访问。伊讲，甲顶一遍比，基辅的民众安怎回归正常的生活，互人印象真深。就算是只是乌克兰爱真侪经费，不过自由是无价，所以后面会继续支持乌克兰。As in the last month, today more than ever, it is necessary that Ukraine gets the military capability it needs to defend itself, because Ukraine has proven that it is capable if it has the capabilities provided by, for example, the member states or other friends. That is absolutely important. 另外，冯德莱恩也讲，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停事进展正顺利，双方同意伫咧几类问题上增加合作，来确保乌克兰企业的发展，并且增加收入，会当帮助因顺利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伫咧美国德州亚利桑那州佛州等共和党籍的州长，为着要表达对拜登政府放零边境加移民政策不满，最近几个月就甲这几多清名的偷渡者用巴士载去纽约、芝加哥、华府、麻州这寡民主党执政的所在，这寡偷渡客呢，因唔知头唔知尾，就叫人载走。亲像这款的无人道的做法，虽引起众人批评。德州的共和党籍州长艾伯特今年4月以来，甲7000外位墨西哥边境偷渡入境的移民，用马术载运去华府、纽约这民主党人执政的所在。15德州各用这种的方式出动2台马术，甲这点75至100人的非法移民送去副总统侯金利伫华府的主体附近。Del viaje de Texas para acá nos dieron lo que una bolsa de comida donde venían galletas y refrigerio, algo de comer, sí, claro, nos dieron algo de comer, un viaje de 40 horas, claro, un viaje bastante largo, bastante fuerte y bueno, lo que no fue inesperable fue aquí que nos dejaron a la deriva sin saber para dónde ir. Nuestro destino es llegar hasta Nueva York. 华府专门照顾移民的非政府组织成员，甲路透社记者表示，因接到的消息是透早6点伫联合车站接人，完全想袂到巴士会甲移民载去副总统因兜附近。同款未付处理的地方官员，也阁有麻州马萨波多荒岛、佛州州长的德桑提斯，则是出动2台飞机，甲50个委内瑞拉偷渡客送去当地。德桑提斯讲，安尼做是要互偷渡客知影，佛州毋是因的庇护所，同时也警告拜登政府最好边界管控。So our message is, we're not a sanctuary state. We don't have benefits or any of that. There are some sanctuary jurisdictions, and that would be better. Now, what would be the best is for Biden to do his damn job and secure the border. There's a legal way of doing this. And for managing migrants, Republican governors interfering in that process and using migrants as political pawns is shameful, is reckless, and just plain wrong. 马萨波多园是美国东花正出名的休热胜地甲国际住地区，前总统奥巴马甲克林顿等人拢有度假厝，也是民主党票仓之一。这群人有查甫有查某，阁有细汉囡仔。因到位的消息传开了后，地方官员甲民间慈善团体立刻比照风台时期的机动应变，照步来发送食物甲衫仔，搁进行新冠病毒体检甲安置。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伫瓜地马拉西部城市13暗时举办大型演唱会，在结束时阵所发生人打死人意外，上报有9个人死亡，20人受伤。另外，伫非洲的昆拉有大批民众为着要看总统的就职典礼，所甲这维利亚塞一个倒去，造成60人受伤。
音乐团表演演出，大概观众对因哪唱哪跳。瓜地马拉第二大城克萨尔特南哥伫独立日前举办演唱会，庆祝脱离西班牙市民201年。因为这是连续2年，因为疫情取消了后，头一遍搁办，所以吸引一寡民众做伙参与。无想到散场的时阵，大家拢争起干那2个出口，煞发生相挨相杀。搁因为现场捌落过雨，一寡所在正骨，有人无细意厝倒去，结果才发生相大的悲剧。Ahí es donde sucedió pues de que ya de tanto apretazón ya no se dieron cuenta ni qué se estaban dando y como ya estaba oscuro se empezaron ahí sí que si se pelearon o qué hicieron entre ambos se empujaron y cayeron y ahí es donde sucedió todo esto. 这个意外造成9个人死亡，20人受伤，包括2个12岁查甫囡仔也不幸死亡。有民众认为主办单位无做好安全疏散的工作，有管理缺失，应该爱负相关责任。详细事故的原因，当由警方前日追查。在肯亚首都奈洛比，原来有类似相大的乱象。13新总统鲁托就职典礼，在一位会当入去6万人的体育馆举行。迄天透早5点，座位已经客满，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客伫入口的所在，加警方伫对象，阁未少人规气变过维利亚硬走入会场，希望见证历史。结果维利亚煞倒去，才发生相大意外。Fence fell down. It was pushed by some people, and about 60 people got injured. 肯亚总统大选结果捌有一寡争议，得票超过一半的鲁托，互对手指控选举舞弊。不过肯亚最高法院到尾也驳回上诉，互鲁托顺利宣誓就职。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日本航特部伫今日开始演练1250英尺的拉卡桑。今日头一届伫屏东的太平湾办理，航特部表示专员任务成功。短短30分钟的训练过程是真紧张，一寡军事兵拢来到现场替因加油。早时6点，为屏东机场起飞的413栋载运6名第一梯次执行跳伞任务的学员，6点10分一到，使用 T10B 伞具的学员为1250英尺的高空陆续跳出。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年度特殊复杂地形海上水域跳伞的训练，今年度伫屏东大平湾举行。这个礼拜3已经有12名教官跳伞完成，16号即是由18名完成地面复训、水面状况处理，而且参考着教官实时复训确认航道的学员来执行任务。每一梯次大约计10分钟，任务伫6点半左右顺利完成。展训的用途主要是在于一个渗透作战以及敌后的作战，也是一种支援军事作战非常好的一种训练。这届第一届伞到大平湾，因为原本实施的地点帮伞加入东边的海域，海上因为这几档变甲真复杂，可能着水域的范围分3梯次来执行任务。第一次看到特殊地形跳伞，就觉得蛮好看的，然后也觉得陆军蛮精实的。航特部表示，学员爱有武装游泳的能力，水面伞具紧急解脱的训练，而且会当适当自我救援，才会当变成是合格的特战官兵。暂时的任务专员跳伞成功，陆续游向边仔台面接运的船只，伞具顶的器材嘛无状况。记者王刘庭明交款屏东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昨发表多讲3件政策，说互部党这个对手黄珊珊批评讲，这是伫咧赢钱。不过黄珊珊这边嘛，因为这市政府要发660块，互这老人甲新兴中介者，互国民党批评讲是现任市长郭文哲替伊伫咧做选举。让世界的行事历有台北。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16发表城市创新政策。蒋万安讲，未来台北会参考美国德州 South by Southwest 活动的经验，结合音乐、电影、科技等领域，举办大型下领域的活动，吸引国际旅客来台北。有这么多的国际观光客或是专业人士、商务人士来到这个城市，带动的不止旅宿、交通、餐饮、商圈。第3，很重要。我们要进行相关跨界、跨域的对话。
在教练指导之下体验防身术，无要互蒋万安家己出风头。民进党陈时中也伫15发表劳工3钱政策，不过说服无党籍黄珊珊认为是咧压钱。陈时中面对质疑，讲家己的政策是伫现有的基础顶悬，搁再加强。这都是一个扎扎实实在社会目前配合相关劳动的政策，还有我们这个劳动部等等这些政策里面的一个补强的措施。所以只用形容词来批评政策，而不看政策的内容，我觉得不可取。无党籍黄珊珊早时参台北市长郭文哲出席共一场企业 ESG 活动，针对市府要发660块到敬老爱心卡，和国民党批评是为了黄珊珊选举咧做拍算，黄珊珊出面赔回。很多长辈或者是我们的身障朋友没有办法出门，他的480点没有用完，是整笔预算拿出来，跟去年一模一样的是来回馈这些相关的爱心跟敬老卡，跟选举一点关系都没有。黄珊珊表示，相关事项顶会期就有甲机会说明过，当时阁有人批评660块伤少，唔知为什么即马阁颠倒头来批评。记者郭文定随前派文台北报道。来看桃园市长的选战，在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15年前伫 A 市食头路，担任农委会研究报告的计划主持人。不过，这报告却被指控抄袭侵权。农委会检视这计划，伫96年到98年之间有91份的报告，发现讲这6篇报告的中伏程度真悬，而且无标示来源。农委会已经发公文予 A 市甲计划主持人，要求因伫咧9月30之前就要提出说明。有媒体指控抄袭，这份 WeMax 和无线网络应用伫农业的研究报告。农委会副主委陈俊贵指出，虽然讲大陆顺序拢无共款，但是781字里面有600字和经济部的新闻稿拢共款。他并没有列入他的参考文献，就会让人家误以为是研究报告是原创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农委会是找出96年到98年之间21篇主报告，以各位院这单位使用的工具来做专门比对，设定比对的条件是2项半大约50字，若是有中伏的会显色。发现有6篇中伏度较悬，中伏的比例是2成外到4成。副主委陈俊贵讲，即马国无法度认定是侵权，爱等风机公司和计划主持人张善政伫30号进前来做书面的说明。在这个阶段，我们并不会去强调说它就是抄袭，但是它明确的是引用他人的文章，并没有去注明。无论如何，我们坦荡坦然，针对农委会的主张，我们会以前计划主持人的角度，配合必要的厘清以及说明。但是针对报告，张善政强调，合约内面有条款是要求要保守秘密，未公布资料是受限这个条款。但是主委陈吉仲讲，所有的报告都已经改变。装睡人叫不醒，他们就是希望还是把这个案子引向抄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糟糕。农委会认为已经没有所谓的保密的这个理由的这个存在。风勘社伫内面的风机公司是发声明表示，收到公文了后会做内部的研议，再回复农委会。农委会指出，若说明了后，共款无法度研判敢是侵权，就会另外做专案会议，外部的专家的人数超过1半来确认。记者综合报道。Apple 的新手机iPhone 14拜5开始卖，国内4大间的这个电信业者拢开放予民众现场排队来买。有一个民众为着要抢到头一个，对13中昼开始哦，伊就出动18个员工轮流排队68点钟，总算是买到啊。不过今年 Apple 的新手机上市反应却是真普通，连 Apple 供应链一寡公司的股价拢无起，颠倒是落价。台北信义晚8 A13苹果手机上大伫夜店，早期出现排队提回人客。苹果新机 iPhone 14系列拜5正式伫台湾卖。我其实去年有换了，但是今年觉得紫色很特别，然后动态岛还不错，所以我就换了。另外，国内5大电信业就4间，亲像往年同款，搁再推出实体店排队优惠。有一个资深的爱用者，对13中昼就同原公司18名员工轮班来排队，排68点钟抢到头香。当然是很高兴，因为拿到头香嘛，每次的机型我都有买。员工是星期2的晚上6、7点，然后18个人轮流排。那我的话就是凌晨4点过来的。虽然电信业增加优惠差人气，不过排队的人甲以往有差。反正官网都可以订啊，我几乎每年都是订官网啊。
现在电信绑约好像越来越不划算，好像越来越贵。他们的授权经销门市，他们还打出你今天跟我买2小时，我就给你送到你家了。但都是选择呢，他可能在家就可以拿到手机了。苹果新手机开始卖无大王苹果供应链的概念股，台积电开价行价，中场收在472块，盘将近1%，鸿海盘0.46%，大立光盘超过2%。央行不断的升息，其实对于整个消费力道会有一定的一个冲击，会从之前比较偏高价的商品转成中低价去做一个选择，在未来可能1个季度甚至2个季度，它是一个比较持续性的一个影响。最近美金真强，伫台湾买 iPhone 14比美国贵2000块。不过电商另外推出手机订阅制，敢若像分期月缴，1年期合约到期，旧机买转来，也是换新机。通货膨胀压力之下，成功来分食苹果新手机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有愈来愈侪少年人登到故乡发展农业，农委会今日早起表扬8大青农，今年有86位入选。金门有饲牛的农民，伊利用吉酒村的酒粕甲牛屎做循环经济，由少年农民试验2档，才种出一粒会当卖800块的洋香瓜。手上提这粒日本品种的哈密瓜是青龙单照位，经过2年失败，才伫亚热带台湾成功种出来，一粒要800块。伊伫农委会辅导甲补助之下，兴建智慧温室，嘛真正栽培技术，而且爱用请囡仔大汉的心情，种出敢若艺术品的果子。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把日本这种特别的它漂亮的品种，那成功栽种的，那就我们再反攻回日本这样。用爱心来做农的，阁有友神启用2家的陈玉雄，伊的鸡卵介绍是一般鸡卵的3倍。伊讲采用放牧，互鸡母上好的环境自由活动。产量虽然对袂到鸽子笼生产的，但伊愿意甲利润甲鸡母来分享，因为赚大钱毋是做农唯一的目标。看到鸡快乐，那鸡生鸡蛋也来回馈我们。那我觉得这样的循环是正向的。那我在养鸡的过程中是快乐的，这个才是我最大的收益跟收获。金门饲肉牛的单育家嘛实现优先动物甲土地理念，以粗放来饲，互牛仔食酒场回收回来酒糟，佮有家己种的牧草，牛的排泄物佮回到农场来做肥。牧草再回来再养殖牛，形成一个循环的一个循环经济，然后也这样子是友善大地的一个行为。会在农委会举行8大青农标杆表扬的典礼，包括这3个在内，今年总共有86个青农入选，平均年岁37岁。投入吃苦的工作，煞心甘情愿。伫学习经验的路上，青农嘛一直家己种甲理念，回报等于到土地。记者林周良上台北报道。台东市天后宫妈祖庙，因为做这7条祈安清醮，这个所在呢是10年前呢做一届大醮，这个做醮当咧筹备后礼拜也要开始咯。因要请示妈祖婆，也甲妈祖婆罢工呢来邀请这白沙屯妈祖来这了解刚好。落尾呢是妈祖有答应，所以邀请到标力通宵白沙屯妈祖来到台东游景。这也是白沙屯妈祖这300年来头一届来到台东游景。红红做超级跑车的白沙屯妈祖，接受台东天后宫的邀请，16号是坐过半的台湾，下晡到台东，开始伫市区绕境。这是白沙屯妈祖安祖供天宫300年来第1摆到台东来绕境，时间是1天半。新桥经过台东市区，沿路是真侪民众奉声来拜拜，有一队民众希望得到妈祖的保庇，是跪伫路仔顶软脚卡，有行过的民众摕到保身符嘛，真欢喜。人家说妈祖很灵验，来看看。我这次来到台东吼，实在非常欢喜，看到遐侪人，你来讲这白沙屯妈，实在有够欢喜啊！白沙屯妈祖和台东市天后宫妈祖嘛是第1摆同时间来绕境，来到台东县政府头前的广场，暂时停落来，接受县府和民众的祈福。台东遐绕境的吼，会当这个疫情，我会当早去消灭，爱大家做生意的大赚钱，爱大家平安顺利哦。台东市天后宫表示，后礼拜就要举办12档1摆做轿的祭典，白沙屯妈祖先来绕境，为这场地方宗教界的盛会先带来一波高潮。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公产的统一戏院在地经营30多年，想袂到伫昨暗面册顶头向宣布讲9月2日要收起来。这个身躯顶还有电影票的民众，爱赶紧来看电影，甲这电影票用好掉。这个消息一出来，真侪民众拢感觉讲，这电影院要收起来，有影是真无彩。一个人尔，
电影线场行出来观众就一个，这间位在高雄公山的统一戏院，在地经营30几年啊。近几年是公山唯一的电影院，随着疫情的冲击，甲新的影城伫今年6月来开幕，15深夜伫官方面册宣布，9月2日正式来停业，也提醒手内底要有电影到外县的民众赶紧来看用完。地方上算是一个标的点啦，那熄灯之后，对大家来讲算是一种损失啦。小时候的回忆了，这边其实所有的冈山人都会觉得很舍不得。刚刚才知道他们决定也是很匆忙，然后一天可能才只有1-2个客人，不得不了。知影戏院要关门啊，民众增加买票来看。民众提票时阵感慨真深，伊讲家己3岁时阵头一摆看电影，就是伫这间戏院。几20年过去啊，戏院虽然旧啊，却是在地人自细汉到大汉的回忆。3、4年来一直都呈现亏损的状态，所以没有办法撑下去了。业者讲，戏院连续3、4年拢了钱，有当时啊早起场只有1人入场，连水电费拢无够付，满到负担之下，只好来停业。也无拍算讲要转型成做2轮的电影，然后这间华星讲这是全台湾上小的首轮电影院的统一戏院，会在26件历史。另外，除了公山统一戏院以外，新竹港的上区的奥斯卡影城、播送2轮片的10全影城，也佫有梦时代、戏本客影城，连续在今年2月到4月底结束营业。统一戏院已经是高雄第4间电影院来停业了。记者综合报道。这2年受到疫情影响，民众无法度出国旅行。不过，踮伫台湾，真侪人环岛，也算是重新熟悉台湾。有一群少年人今年用42天的时间，因骑高龄车、骑脚踏车4界宣港表演，关心在地议题。公司台期待青春很棒，一礼拜六暗时4点半，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伊的故事。落一阵大雨，骑车的少年家照常出发。一定过去毋捌做伙生活过的高中毕业生，趁暑假来临北台湾。因对总统府出发，要用42天的时间进行独练无独立的环岛计划。过程当中4季表演，顺续推广高龄车运动。我嘛毋是食饱弯腰啦，是做这少人会做的代志，阮就是讲推广这多轮车，会使当做一个交通工具，嘛会使表演。骑车环岛期间，因逐工拢会伫网络平台分享心情，嘛会小解因观察到的地方人文、环境保护、渔农产业的议题，互搁较侪人了解这块土地。一路上也有认同因理念的友志，陪因做伙骑，互因这段旅程袂孤单。我感觉因就有热情，知影家己要创啥，安尼就好。因为我们是想说，我们都已经到各地了我们想要宣导环境理念的话，我们要先了解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也蛮好，就是在旅行过程中也可以多了解比较深入的知识。5个来自无同所在的少年家，面对无确定的未来，趁着夏日的热情，勇敢完成这摆的游说台湾，离开教室，行踏土地感受，嘛真做因的养分，走出实践各人的理想和梦想。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唔知观众朋友敢捌听过羊铃果这款食物体？这羊铃果食起来酸甜酸甜，佮通降火气、开鼻。屏东离港社区伫今年热天开发出透心凉的羊铃果冰，也佮羊铃果的果汁，希望透过这农产品，会当继续传承地方的文化。这一粒一粒红的果子，无详细看会认为是一般的柑仔味，其实这是中国云南特有的羊铃果。60多年前，前所来台湾的滇缅民族开始伫屏东里港种羊铃果，到今羊铃果已经发展成社区的特色产业。就是看着父母亲他们就是使用的都是那种野生的羊奶果，比如说止咳、消肿、消炎等药用以外呢，
也拿来当为一般的水果吃。幽灵果食起来酸甜啊酸甜，糖降火佮开味，热天时销路真好。一个想要推广社区产业的少年人，就甲社区协会合作，开发出幽灵果冰。除了幽灵果的酸甜口味，佮会当食到微微啊牛奶香，透心凉佮无负担。是这个果实它本身有就是一定的酸度，然后吃起来酸酸的话，好像很适合拿来做成一些甜品。加上就是屏东的天气蛮热的嘛，然后我们就想说，现代人对冰品的需求高，那我们就试试看羊奶果如果跟冰淇淋结合，就是会怎么样？就希望说，如果他们这样子青年返乡跟农在社区可以一起共同推动社区产业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模式。社区青年为地方开创新的特色产业，甲幽灵果做成冰，利用网络销出去，就尾佮加10派净利回归给社区，就是希望会当推动在地产业。卖互幽灵果的文化社团促成农产品的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市分销社区分销处这块地啊，真侪人伫咧做破香卡。这做香卡就爱破了会冰紧会水，这是一项有技术的传统产业。也因为特别传承这文化，已经是连续26年，拢举办破香卡的教学活动，希望会当传承分销处一年四季拢开会，开的拢是香卡会历史基地。工艺师为记者开始，一步一步破香卡，互下骹囡仔看。嘉义市林心里的分销社区举办制香的工艺活动，互囡仔来认捌在地历史。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参与，孩子可以了解这个保有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如何跟生活之间做一个结合。分销社区具地号名分销处，来往主路城的分销古道边仔就是地藏庵，过去就是以破香卡出名的产业主路。不过人工的制香产业互机器代替了后，这门工艺用美式团。加在社区26栋内，一直阁有举办破香卡的教学活动，希望会当来传承技艺。阮这条营销古道会当讲家户拢是破香卡，啊，一年四季拢是咧拍香卡花，所以才有一句话讲，分销处的这个香蕉花一年四季拢咧开花，啊，开的是香蕉花。70岁区景分讲，伊自7岁就学破香卡，为要保留社区的特色文化，嘛希望会当找着人来学。希望传统工艺卖因为无人传承消失去。年轻的一代，他们不知道香的由来是怎么刨出一根香来拜拜，就是要从我们的表演。带囡仔来上课的老师表示，这拢13年的囡仔，大家对得啊变做香的过程甲工艺拢真有兴趣，嘛希望这项工艺会当继续保存，互后一代继续有学习在地文化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150年前，加拿大的马介博士来到台湾传教，对台湾人影响是真深。团结中心台湾国乐团最近和艺术家合作，要搬一出音乐剧的戏剧，是要来搬这马介博士的故事。哪行哪跳哪走，家己哪念口碑。你可能会了准，因是专业的音乐剧演员，其实因的本业拢是台湾国家团的演奏家。淡水呢？哦，那边，变跟他是放假。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台湾国乐团和无共领域的艺术家合作，演出150年前马介博士来台湾宣教的故事。音乐总监江正波表示，念口碑甲演奏乐器的节奏无共，对国乐团的音乐家是真大的挑战。假如你讲一个口白是这样，从头到尾一个稳定的节奏，它绝对不会有说服力啊。所以你的念白绝对是要生动自然，可是那个生动自然就会跟你需要稳定节奏的这个演奏乐器的部分是冲突，是打架的。音乐剧内底3个主演分别是音乐剧演员、歌戏演员加声乐家，无共出身的3个人嘛，互相学习了真多。我也很常请海明姐帮我关于音乐上的拍子啊、音高啊、共鸣啊，然后秀年姐也会常常帮我台语的咬字，甚至是因为咬字而能够延伸出来，带给语言本身就存在的情感。9月17、18连续2天，伫台湾戏剧中心下领域的音乐戏剧表演。展现台湾的历史故事。记者林水浩、谢桂林台北报道。
伫咧科幻电影电脑游戏内面会出现的飞天奥多巴，即马会当真正出现咯。未来会伫咧日本、美国上市，研发业者也趁机会伫底特律车展展览，希望拍开市场。不过，这一台飞天的奥多巴就要开大票2400万。这毋是倒一出科幻电影拍片的现场，是底特律车展户外场地，由7支驾驶员伫试飞这款下飞奥多拜。根据研发业者的公司网页资料，这款下飞奥多拜动力来源包括内燃机甲电池，整体重量差不多300公斤，长跨国3.7公尺甲2.4公尺，比一般的中型轿车较细一丝。It was exhilarating. I mean, it's not vicious, right? It's comfortable. I mean, it was really comfortable taking off and landing. So there's no like jerky jerk. It's literally very, very smooth. And I can't wait for the future. I'm so excited. 因为载重的限制，虽然伊的速度有每点钟80至100公里，嘛敢若会当伫空中飞40分，上大载重差不多100公斤。伫日本上市，每一台爱777000美金，差不多是台票2400万。业者为了争取伫美国的市场，准备推出较细型的款式，希望甲价销控制伫5万美金，差不多台票156万外。当然，这毋是全球头一种会当飞的奥多拜。为2014年开始，各国都一直有业者投入研发。像讲2017年上市的天吉星3号，趁迄个时阵杜拜航空展的机会，互产品会当得到杜拜警方的启用。而车展其他的重点方面，因为拜登政府一直伫咧推销电动车，美国汽车制造业者嘛顺续推广更较侪车款，亲像前几年来叫做肌肉车的双轮轿跑车，较早拢强调内燃机延任的马力加转力。另外，还有加速性能等等。最近包括美国相当有效的皮卡，也甲所讲的肌肉车，不少车款维持原来外形，延任拢改做全电动。除了政府的政策，嘛甲车用电池科技大幅度进步有关系。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3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